Hello，大家好，我係 Henry Sir。今日又想同大家嚟一個每週更新啊。咁今日6月6號，咁尋日6月5號，咁美股就跌得幾深下㗎。咁大家睇到啦，呢個係尋日6月5號星期五，美股三大指數啦，道指、納指、標指啦。咁納指同標指嘅跌幅都較為驚人㗎。納指現貨嚟講就跌咗4.幾% 啦，期貨跌得仲深啲添啊。咁而標普亦都係啊，標普其實現貨跌200幾點啦，但係當你撳落去個期貨，係啦，美期咁你見到佢個跌幅係再深多少少㗎，去到230幾點。好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個歷史啊，即係當然就唔係講啲中西史嘅歷史啦，就梗係講翻美股某一啲嘅歷史啦。咁我好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嚟講係較多留意同埋交易係以呢個標普為主㗎。咁其實尋日嚟講，標普現貨跌咗成200點咧，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一個兆頭。亦都咁講就係話我係撳翻美股，撳翻標普呢個指數。好啦，咁你睇到咧，尋日呢一個跌幅咧，唔係裂口高低開導致嘅，係一支陰燭導致嘅。咁就係呢一支嘅陰燭，咁大家都睇到啦。咁再望翻上面嘅數字，你睇到尋日其實咧開市價就係呢個7537.7537，咁呢個亦都係差唔多全日嘅高位啊，7541，即係升多幾點之後咧，跟住又一路就直推落嚟，推到一個低位就7368，咁講緊個高低位啊，即係7541同呢7368對減嘅話咧，差唔多接近200點啊，所以頭先你睇到期貨即係4點到5點鐘嘅時間咧，標普個期貨再跌深咗，即係接近一個200點嘅一個高低跌幅。咁而呢啲叫做陰燭嘅跌幅咧，其實講緊就係話美股開咗市之後係有重手沽現貨嘅情況，先至會導致呢個現象出現嘅。其實如果以標普嚟講啦，講緊單日跌200點或以上嘅話咧，其實一年裡面嚟講咧，通常係1至2次嘅咋。咁今次我冇諗過係咁突然咁快脆就出現咗呢一支嘅陰燭。好啦，咁我哋講一講歷史先啦。咁啱啱尋日啦，6月5號啦，有呢一支嘅陰燭出現咗啦。好啦，如果我哋再數去前面嘅話咧，2025年10月10號都出現過呢支陰燭嘅。嗱，我撳落去手指，我而家撳落去，亦即係而家顯示住呢支陰燭。咁亦都係睇翻就係2025年嘅10月9號10號係啦，呢一日當日嘅高低波幅亦都係200點嘅水平，係一支大陰燭打落嚟。咁亦都睇翻就話上年10月10號打後，出現咗呢支陰燭之後咧，其實你睇到成個市場就已經唔係太夠力向上，跟住再進入咗就係2月、3月，跟住就今年2月、3月咧就跌咗落嚟啦，去到4月落得個低位，當然佢咬腰上嗰下都好快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25年嘅急跌陰燭200點嘅情況。好啦，咁就係呢一棍之後，其實講緊25年，其實4月大家都知道有個低位出現過嘅，但係呢啲所謂嘅低位咧，其實都係涉及咗一啲嘅裂口低開啊，跟住再陰燭少少啊，又再托翻上嚟嘅情況。你話單日陰燭嘅話多於200點嘅話咧，25年其實就係呢一棍。再對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12月18號呢一日咧就嗱，就係我而家撳住嘅呢支嘅陰燭就係呢下啦。2024年嘅12月18日，係啦呢一日。咁呢一日咧就係美國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咁公布個結果其實都係 as expected 嘅一個結果嚟㗎。咁但係唔知點解個標普就一嘢落咗200點，亦都咁講，落完呢200點之後咧，亦都唔代表之後佢會好急速就要即刻落嘅，冇一個必然性嘅關係喺度。但係你再睇翻24年12月之後，其實開始就落到去之後發生嘅3月4月，就係講緊25年美股急跌嗰下啦。好啦，24年12月18號跌咗呢一棍之後咧，其實再之前咧好少再出現單日陰燭200點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再研究下啦。咁但係我印象之中咧，再落到單日接近200點，亦都係支陰燭落嘅話，係2022年嘅8月26號。先啦，因為撳你哋就到啦，就到呢度
係啦，呢一日2022年8月26號星期五嚟嘅，咁呢日我都非常之有印象，就係當日咧又係上完堂，就同啲同學一齊做一啲嘅期權嘅組合，做完之後急跌，其實呢一日咧急跌唔夠200點㗎，你睇翻當日嘅高位4203對呢個4057係大概160點度啦，但係唔好遺忘一樣嘢就係當時標普嘅基數係4000幾點㗎咋，所以跌86點咧，其實我覺得個跌幅係比起而家跌200點還要厲害啊！咁而當時嚟講出現咗呢支陰燭之後咧，一路跌係一路扯落去嘅，有一路跌落去，直至10月13號呢一棍。出現翻呢一棍之後就到底啦。嗱，美股嚟講咧，其實整體講都係一個強勢嘅。咁佢真係跌嘅話咧，其實時間唔係話真係好長，即係尤其是急跌嗰段咧係個零月嘅時間嘅啫。咁但係出現咗呢支200點或以上嘅陰燭嘅話咧，其實過去咁多年我都見短時間之內美股係真係有一定嘅壓力喺度㗎。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尋日呢棍係真係幾突然下嘅。咁背地裏咩原因我哋唔知，亦都唔需要推敲。但係講緊一支陰燭打落嚟200點，係沽現貨先產生到呢一個嘅情況去支持到㗎。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好小心留意嚟緊呢1-2個月嘅走勢。其實之前嚟講，我哋預計4月7號、8號標普今年4月7號、8號嗰下咧咬腰上係好靚嘅。咁但係亦都冇諗過就係市場個轉勢可以嚟得咁快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做任何投資風險管理係非常之重要嘅啦。呢支200點嘅陰燭啦，講緊其實就係由呢一日4月7號、8號呢下咬腰上嚟，又係講緊1個鐘頭期貨抽咗200點上嚟。呢度4月7號、8號呢下，咁但係冇諗過咁快就出咗呢支陰燭，咁所以講緊就話由4月8號到尋日6月5號為止咧，係短短2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大家要好小心注意一下啦，即係究竟美股個走勢會點咧？咁會唔會真係即刻跌咧？咁亦都唔一定嘅，咁但係好明顯佢嗰個走勢係一個好受壓嘅走勢。好啦，另一方面再睇一睇啦，跳翻出去期貨，我哋睇一睇港股啊，港期。而家呢係美期，撳一撳港期，好啦。其實恒指都要留意，恒指尋晚呢個期貨咧都跌咗300幾點，落到24,500幾點啊。咁如果我哋撳落去睇一睇。整體嚟講咧，港股咧其實一路都係守喺25,000點嘅水平上面㗎。咁但係尋日開始已經即係期貨嚟講咧，已經開始跌穿245啊。所以其實星期一嚟講，其實個走勢可能都會偏淡少少。咁所以變咗一路以嚟即係打緊呢個雙底。咁究竟會唔會穿咧？咁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個市況，我唔知背後會唔會有啲咩事情將會發生。咁但係我哋暫時就咁睇過。以圖論圖，即係純粹睇個圖嘅表現嚟講咧，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咁當然啦，之後嘅部署係點咧？睇埋嚟緊呢個禮拜，我哋再睇下究竟係咪真係要準備係好急速準備落啊？抑或亦都係進入一個上落市嘅狀態咧？咁所以個市場嘅波動非常之大，咁亦都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尤其是你個期權倉位啊，又或者你中間嗰個嘅對沖保護係要非常之做得充足。咁如果係大家即係呢個市場上面我真係有點而戒心嘅話，咁大家亦都盡量要減輕自己嘅倉位啦，做好風險管理啦，甚至乎必要時你可以短時間離場先睇定啲，再決定下一步要點做。咁希望個市場盡快一個明確方向，咁我哋亦都響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個市場個情況啊，同埋最後我哋睇埋一個嘅 VIX，即係呢個恐慌指數，亦都抽咗上嚟㗎。美期恐慌指數 VIX，標普個引伸波幅上到21㗎啦，咁所以亦都係處於一個相對高嘅水平。咁而 VIX 恐慌指數尋日亦都一支陽燭打穿咗㗎，升穿咗個中軸位嘅，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即係我覺得今次未必係一個普通嘅調整咁簡單，咁所以大家就小心保護自己手上嘅投資組合。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更新一下。咁大家中意我哋呢個 channel 或者喜歡我哋呢個每週嘅更新嘅，咁記得就點讚、收藏同埋轉寄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